云林最近一期的稻仔特别挂稻仔咯，因为气象局预报受到风面影响，雨过会落几啊天，有部分农民就赶紧要收成。理论上农会是呼吁讲，今年一期的稻仔价销袂歹，若数不够分就成收，产量品质无好，等到会去影响到价销。看到雨较停啊，农民赶紧请工人来收七啊。即马6月中拄好是云林地区一期作收成的时间，不过最近天气袂稳定，农民惊收成受到影响，所以赶紧趁雨芳，看会当收偌济算偌济。来大雨吼，惊稻倒位，你倒位歹挂损失就济啊。因为算讲吼，过遐久啊吼，过迄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吼，规个本钱拢落落来，惊。迄个袂回本，看农会阁甲担当升较悬的无？无得真正阁做一礼拜做，应该是会博利啊。农民烦恼讲，根据气象预报，接落来几日天拢会落雨，农民则赶紧趁雨芳来收七啊。不过农会认为，若是还袂够分，就赶工要收七啊，恐惊品质甲产量拢袂好。你尽量叫讲，若迄个还袂黄，就莫挂。你若收请来，若超过32度，阮就拢无收啊。这个差不多103到108这项啦。看你的度数。也就旧年2期的车啊用无够，所以今年1期的小啊阁有关数啊。农会表示，今年云林一期做的价销比以往较好，100斤的价销是1030块至1080块之间。呼吁农民唔通因为惊天气影响到赶工要采收。不过农民嘛表示，虽然今年一期做的价销袂歹，整体成本的费用嘛有较贵，所以农民嘛无加趁偌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